Ephesus 第4節，因為到倆行禮讓攏重於世目嘅，行禮攏重於事實嘅，基督已經這個講就本意了，唔係意思นะ攏重設家可能設家嘅平安快樂個條路工作設家木卡度嘅平安快樂公婆嘅平安快樂，攏重誰冇到事實，意思冇好嘅溝通，冇好嘅聯絡嘅福音我哋行禮，但係呢，因為基督嘅講就本設家，就基督嘅講就本設家，攏重事喺度，攏重設喺度，能夠犯行禮，能夠就行禮，沙士嘅順服一嘅命令。佢含住個行禮對行禮，意思咪計นะ？行禮嚟到一個面前，佢嚟祝福自家嘅平安，祝福自家嘅快樂，祝福自家家庭度嘅平安，攏總能夠恢復元氣。沙士嘅要謙卑嘅心，求上帝嚟充滿落自家嘅家庭度，公婆子女攏總，自家得到佢嘅恩典，攏總是喺度變行禮，攏總誰喺度變行而嚟，因為佢嘅講就設家。阿門。